今日帶大家實探展銳江月灣。首先同大家講下開發商展銳地產深耕中山20年，落力打造旗江河畔呢個禪意現樓社區，品質完全唔使擔心，位置真係無可挑剔。石岐主城區旗江新城核心，離中山北站先1000米，深茂高鐵3站直達深圳，雙軌道連通廣州、珠海、佛山，無論你係自住定係港澳客戶返鄉通勤都超級方便，位置真係無可挑剔。石岐主城區旗江河核心，離中山北站先1000米，深茂鐵路3站直達深圳，雙軌道連通廣州、珠海、佛山，無論你係自住定係港澳客戶返鄉通勤都超級方便。屋企樓下就係旗江嘅一河兩岸濱江長廊，行幾步就到河邊。每年中山嘅龍舟賽、旗江煙花匯演，企喺陽台都可以睇到。平時落班散步，周末踩單車，生活氛圍真係正啊！購物完全唔使愁，出門一路就到山姆會員店，1公里嘅範圍內仲有石岐大信、萬象匯各大商圈，買餸、聚餐、行街一站式搞掂，日常起居超級便利。有小朋友嘅家庭最關心嘅係學區，呢度可以入讀省1級石岐中學，優質嘅教育資源一步到位，唔使為讀書而奔波。成個片區1公里內有5大公園環繞，千畝公園城就喺旁邊。平時帶仔女放風，老人家晨運，出門就有大把綠化，空氣都清新好多。10分鐘步行商圈覆蓋石岐行政服務中心、百貨超市，日常辦事買零碎嘢唔使開車，住得好方便。唔單止外部配套好，小區內部環境開發商都落足本錢。中山首個以東坡院子為藍本嘅現代禪意園林，足足12大主題景觀，仲有400米嘅環形漫步道，每日落樓跑步、散步都有專屬嘅空間。成個小區做咗5大主題嘅架空層飯會所，覆蓋全年齡段。中意靜嘅有茶藝書吧，想運動有全天候嘅健身區，細路仔有專屬嘅童夢樂園。平時朋友上門，樓下休閒會客廳都超級方便，唔使逼響屋企嘅客廳。首先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剛需嘅3房88方嘅3房2衛，建築面積先得88方，但係實際贈送面積差唔多有14個方。細屋做到3房2衛，3口之家準備生2胎嘅都完全夠用，或者港澳朋友返嚟間中度下假自住嘅都完全冇問題。如果係改善家庭或者準備長期自住同埋父母一齊住嘅，直接睇呢個118方嘅3+1大4房，4房2衛嘅設計，贈送面積都有成19個方，空間直接升級，置業一步到位。客餐廳、樹廳通透設計，開間闊桌，一邊放6人餐台，一邊放真皮大梳化，中間仲有活動空間。逢年過節，屋企10幾人聚餐都完全唔逼傑，空氣對流，全屋唔會有暗角。118方嘅王牌賣點就係呢個將近7米超長嘅南向觀景大陽台，開間直接連通客餐廳，全屋採光通風，直接拉滿。平時可以做觀景茶室、兒童遊樂區，望小區園林，視野無遮擋。逢年過節，企喺陽台仲可以睇旗江煙花。總共有4間房，2間細房做兒童房、長輩房，中間1間做客房或者做書房，側邊仲有個半贈送嘅陽台房，平時可以做書房、畫室、健身房，細路仔帶咗分房住或者接老人過嚟住，都完全夠用，唔使逼傑。主人套房就真係奢華嘅享受啦，270度嘅轉角全景飄窗，全部唔計入建築面積。朝早左右兩邊都有陽光入屋，視野可以睇園林同江景。獨立嘅主衛乾濕分離，空間闊落，做步入式嘅衣帽間都完全冇問題。廚房闊落，儲物空間充足，工位乾濕分離，滿足日常早高峰使用。全屋大大小小嘅飄窗全部贈送，每個房間都有採光，唔會有暗房，收納空間多到用唔晒。118方做到4房2衛，市面上都好少見，贈送空間超大，改善家庭一步到位，唔使後期換房麻煩，自住舒適度直接拉滿。唔單止戶型靚，交標都係1線豪華品牌。
一戶8cm 嘅口裝夾門，配4合1嘅智能門鎖，門窗都用120系列嘅重型推拉門，隔音隔熱，全屋嘅開關都係西門子嘅面板，精裝用料，實打實收，收樓唔使大規模重裝。物業方面更加放心，引進咗國家1級資質嘅萬科物業。連續10年物業100強託運，24小時管家在線，仲有專屬嘅空巢老人關懷服務，社區配備 AED 急救設備，定期小區維修換新，屋企常住常新，轉手保值率都更高。總結返今次展銳江粵灣嘅清凍專屬福利，10棟全部一口價10XXX起步，首期7萬蚊就可以上車，現樓即買即收樓，88方剛需3房，118方改善嘅4房，任你揀，地段、學區、商業、園林、物業全部都拉滿。石岐綦江新城核心現樓，呢個優惠真係難得。想睇實景樣板間，攞詳細單價同戶型資料，私信我帶你實地睇樓，優先揀深水樓層。今期探盤就到呢度啦，想了解更多中山嘅筍盤，記得關注我，下期再帶大家睇其他靚盤。